来，这无非是国民党团的报复，因为民进党团进前无张持，甲国民党团的复议案扭掉，所以今仔日的立法院会，国民党加级动员嘛来反对着民进党的复议案。也毋过，就算国民党加级动员，票数也是甲民进党拍成平手，上尾也是靠江启臣助攻投下关键的一票，才来赢这场的表决。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有无异议？有异议。一听到民进党团要提出复议案，国民党团随公直接进入表决。赞成47人，反对47人。我们再重新表决一次，时间1分钟。人民的意识最重要，要意识中立。双方安尼动来动去，结果拍平。后一轮那赢赶紧敲电话找人，才由本来无劣势的江启臣投下关键一票，让这个国民党团报复成功。原来拢是因为顶礼拜民进党团雄雄变经议庭，扭掉复议案，和国民党团真不满。今日一暝就紧急发出加急的动员令，也过为你围妖鲁萨萨。几个法案是不是要？他们都没有讲，他们都没有讲。国民党、民进党全部都假动，当然精彩可惜。哦。到现场才知讲，停止督军公教的退休金，中国配偶入职6年改4年进行复决，也有中调部分期伊所提出的花莲台东快速道路的草案等等议题要讨论。国民党立委部分期呛郭建明，这是要告诉柯建明柯总召，你昨天又发动了假动。我们今天就来正面对决。今天该过的案子就要给他过，该解冻的案子就要给他解冻。我们让他们能够到委员会去，能够一案一案的来审查。他们要进行所谓的报复的表决，那我们其实要强调议事照议事的规则来，那议场的所有的程序就照法规，也不需要有情绪，也不需要有什么样子的对抗。加急的动员令，两党是硬赌硬。这款现象伫立法院议会煞愈来愈平常。Hello， 我是庄宇杰，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